前民众党主席郭文哲等4名被告方起诉了后，2届交保，北检搁再控告成功。高等法院合议庭是认为，这被告证人的口径拢无啥共款，若准保释了后，就有可能会利用这同性软体伫外口吐口径，加官裁定撤销。台北地方法院呢，今仔日暗时6点，第3届召开羁押庭。主席，你先回家是有跟佩琪交代什么事情吗？前民众党主席郭文泰搁一摆出现伫法院，涉入金华城含政治献金案，被起诉了后2摆得到交保，但是北检搁一摆提控告成功。台北地方法院初日第3摆来召开羁押庭。这一次看看会有信心吗？如保释金再提高，有办法吗？一透早赶出门，对记者的问题就敢若吐一个大气尔。郭文泰含律师见面了后，就直接去台大病院新德分院看郭爸爸。这是接押庭是暗时6点开，法院要求被告早起11点爱先报到，临时接到通知，予伊伫病院7点无1点钟，就较紧搁坐车离开。紧急对新德王北去嘛有共案的被告，中望基金会董事长李文忠对提问拢无回应。上先交的是台北市议员应晓薇，维京集团主席沈庆京本地是当在大院，在接到通知了后，嘛随办手续过去法院。专案4被告交保的裁定拢予撤销，高院合议庭认定讲，被告含证人的供述是无完全相同，有其他共犯还未到案，而且考虑到科技发达，被告保释伫外口，真简单就会当利用通讯软体来斗证，认定嘛是各有串证的空间，才发回北院来竞裁。借由成立这一个司法正义的工作小组，还不仅仅是在声援我们柯文哲主席，我们要防止未来的台湾的司法程序可以被政治力所介入、操作左右。裁定搁撤销，民众党是表示真痛心遗憾。代理党主席黄国昌搁宣布讲，会设立司法正义工作小组。外界嘛关心党主席的改选日程。秘书长周如修讲，尽量会伫2月，但是同款嘛是要甲旧历过年这因素考虑在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